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最近去开了这个小目无清无楚的案件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林延芳伫今日佫讲，木科公司做小的员工叫何爱婷，伊领的薪水是由郭文铁竞选总部支出的，伊就问郭文铁。 这要安怎解释？木科公共公司监视这个郭文铁的小金库，针对这点，民众党有澄清，讲竞选期间何爱婷都是竞选总部的员工，领竞选总部的薪水，这天公地道。啊，离职了才去木科公司上班呢，时间上无定他。 我白色的喙暗，穿旧啊外套，拿小底裙来到台北地检署。伊就是木科公司会计助理何爱婷，因为伫咧郭文铁政治现金，敢若是嫌规则文书叫检调团款，约谈过以50万交保。 人保卫保护，亲戚朋友陪伊离开地检署。何爱婷牵涉瓜办小白的争议，市议员林延芳嘛加码压了，根据瓜办的申报资料，为112年8月开始到113年离开，半年拢总领8摆薪水，1摆奖金，拢总超过50万。市议员简书培嘛讲，何爱婷伫咧112年12月15，把关10班到瓜办，只记这个助理，一支手领薪水，一支手捐款，嘛基本上。 怎伫咧木科上班，算领瓜班的薪水？为什么公司是木可公司在赚钱，薪水却是由柯文哲进总来支付？这个显然木可公司有可能就是成为柯文哲的小金库。 议员拍开证据，爱瓜办讲清楚、说明白。面对小金库这期，民众党强调何爱婷伫咧竞选期间，为影就是竞选员工，所以领竞选薪水是天公地道的代志。何爱婷是离职了后才到木科，时间无头做伙，只不过检调伫咧昨大动作敲诈木科，当时约谈相关人员，包括何爱婷在内，已经有3位相关人士小说交保。民众党小白的风暴，敢会真做另外一件小金库？ 事件各界持续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